預苦期40天讀經之旅，讓我哋一同安靜片刻，準備心靈，聆聽主嘅話語，思想紀念為我哋死而復活嘅耶穌基督。路加福音3章1至38節。凱撒提比留執政第15年，正值本丟比拉多治理猶太，希律作加利利的分封王，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區的分封王，呂撒聶作亞比尼尼的分封王。就在亞那和該亞法出任大祭司的時候，神的話臨到身在荒野的撒加利亞的兒子若翰。若翰走遍約旦河一帶地區，宣講悔改的洗禮，使罪得赦。就像以賽亞先知書上所記着的，在荒野裏有呼喊的聲音，為主開路，修直他的道。千谷萬壑都要填滿，大山小丘都要削平，蜿蜒的道路要變直，崎嶇的路徑要整平，所有人都要看見神的救恩。因此，若翰對那些出來受他洗的群眾說：毒蛇的後裔啊，誰指示你們逃避那將要臨到的憤怒呢？要結出果子，與悔改的心相稱。你們心裏先別這樣說：我們有先祖亞伯拉罕。我告訴你們，神能用這些石頭給亞伯拉罕做出子孫來。現在斧頭已經對準樹根，凡是不結好果子的樹，都要砍下來，丟進火裏。群眾問：那我們該怎麼辦呢？若翰回答說：有2件襯衣的，要分給那沒有的；有食物的，也要這樣做。稅吏也前來受洗，他們問若翰：老師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若翰對他們說：除了規定的，不要多收。有當兵的也來問他：我們又該怎麼辦呢？他說：不要勒索，也不要敲詐，有自己的糧餉就要知足。民眾正期待着，大家都在心裏想，或許若翰是基督。若翰對大家說：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，但那位比我更有能力的要來，我替他解鞋帶也不配。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，他手裏拿着羊穀的叉，要徹底清理自己的打穀場，把麥子收進倉庫裏，麥糠卻用不滅的火燒盡。若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勉民眾，向他們傳福音。分封王希律因為他跟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羅底的事，又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惡事，受到若翰的責備。除了這種種惡事以外，希律又增添了一件，就是把若翰關進監牢。民眾全都受了洗，耶穌也受了洗。他正禱告的時候，天開了，聖靈以可見的形體降在他身上，這形體就像鴿子一樣。天上傳來聲音說：你是我的愛子，我喜愛你。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，大約30歲，人認為他是約瑟的兒子。從約瑟再往上追溯，就是希里、馬塔、利未、麥基、雅拿、約瑟、馬他提亞、阿摩斯、拿鴻、以斯利、拿該、
瑪押、馬他提亞、西美、約西克、約大、約阿拿、利撒、所羅巴伯、撒拉鐵、尼利、麥基、阿底、歌桑、以摩當、以、約書亞、以利以謝、約令、瑪塔、利未、西緬、猶大、約瑟、約南、以利亞敬、米利亞、買南、馬達他、拿單、大衛、耶西、俄比德、波阿斯、沙拉、拿順、阿米拿達、阿特民、阿以尼、希斯崙、法勒斯、猶大、雅各、以撒、亞伯拉罕、他拉、拿鶴、西錄、拉吾、法勒、希伯、沙拉、該南、阿法撒、閃、羅亞、拉麥、馬土撒拉、以諾、雅列、瑪勒列、該南、以羅士、塞特、亞當，而亞當是神的兒子。願聖靈引領我哋思考以下問題：施洗約翰奉命所傳的悔改，是包括後悔及改過。我們現時在神面前悔改，是否也包含這兩方面？